继续来看侯友宜到美国访问进入到尾声，伊特别坐6点钟的无人机到旧金山，因为这过去是国父孙中山救命的重要所在，即卖更加是科技的重要城镇。其中一场座谈会，美国职业冰球联盟圣荷西沙鱼队的母公司的总裁，佮特别送23号的球衫，祝福侯友宜2023气势如虹。 矽谷最有名的，不管是 Facebook、Google 啦，都是在这个地方。来到旧金山，虽然讲地词听起来无遐顺，不过面对大咖业界精英，侯友宜依然提出政策的议题。最重要考虑运输跟铸造的风险，所以我们开始采取近岸跟分散式的风险，开始在转型。我们会跟美国的有岸外包的策略是一致的。 强调讲，甲美国策略拢共款，所有人听甲真满意。美国冰球联盟圣荷西沙鱼队的母公司总裁亲手送纪念品。球衫23号代表2023年气势如虹。这个总裁嘛是真有耐力，经营沙鱼体育娱乐公司，挖靠科技的实力，监管湾区真济体育设施。侯友宜特别为美东飞到美西，代表旧金山，唔是干那科技的重镇尔。 再鞠躬，3鞠躬。其实嘛，你公园加国会当上致敬，因为当时国父革命，旧金山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海外基地。今日当天家，因都是拍锣拍鼓，看到这个侨胞这的热烈，这个侯友宜参观国父纪念馆的时，讲这句话。我们只有一个颜色，就是国旗颜色。不要忘了，那是我们的根，那是我们的本。 如何延续孙中山先生的遗愿，让这个国家能够有序、繁荣、安定。总结侯友宜这趟访美行共有3大重点：一是用自己的警察魄力形象来争取美方认同；二就是要强化自己的国防跟两岸政策；三就是要来争取跟侨胞之间的支持，来强化跟深蓝的连结。至于这一场民调革命会不会成功，拭目以待。而新闻专科杨文尚在美国旧金山的采访报道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